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湾人士还是唔得种基因改操作物，唔过是得进口。我哋也对巴西、美国进口的几多基因改操嘅太太为保守，唔过表示查验如美国人票。也多年来，许多研究书、纪录片也都对基因改操作物的安全性同生产的内幕提出的解法同争议。本人引来引述，基因改操作物的生产泰国，尤其美国，因讲安全冇问题，唔系透过有说服力的科学声音，系相关好嘅统统透透。故所也开始有人发现讲，喺台湾的农民讲唔掌握种植嘅自主权，到几时嘅跨国种植大厂来到台湾，我哋也怕种唔出多样丰富嘅粮食，唔识基因改造嘅东西也是唔得的。也多年来有农民团体同学者开始路提倡从种移民，希望农民自家同种嘅留下来，掌握种植自主权，培养更多适合菜地嘅品种，提升粮食自给率以外，也使得因应气候变迁和个友善环境嘅耕种。高雄美浓农民钟慧曼当初进行传统保存种植嘅工作，做法系到塑胶水缸底摆，先将一条火块，佮同种植放入去，佮铺一层火块，先会减上盖就完成。你系3年前，佢向当地一个80岁嘅老阿伯所学到嘅技术。拜拜喏，跟人度咧吧，要花嗰度钱，以前就冇钱啊，所以做伊呢喏就甲留。伊妈妈就教伊讲，伊手一吹竹筒咁嘛，火不用带下，佮麻不用地动，再不用火，佮用嗰啲灶嘅工作也个忙乱，用嗰啲干熟嘅揪起来。呢種用火塊來保存種植嘅方式，看得出老祖先嘅智慧。因為火塊有防銹嘅功能，種植未到地擺，保存時間自然是得較久啲。但係種灰曼該用水缸來裝，係變通嘅做法。免愛一個種嘅竹頭，係做唔得人生伊毒啊，所以我就聽個地方上講嘅，我用水缸呢啊，切咧一吹，因為也攞係15公分，我係要拍實嘅石頭，安尼。該種來吃可能是。種灰曼認為劉種自家用，除了是得省錢之外，更加重要嘅係還掌握種植嘅自主權。我唔是以種植行買，我不以種植行開貨嘅時節，我一天就來貨誒，伊還唔前下落嘅時節，就係負時間啦。我不我請我一定嘅種植行引來吧，要落伊嘅，我來貨天要全部要南來嘅，要做唔得種。係啊，天時地利又要人和，係種就比控制呢，主導權挺係輸吼。我馬時間來，我就做乜事作業。事實上，農民劉種自家用早期係當普遍嘅，也因為安尼，當時作物有當然性，又有採體性。不過等等政府研究機構透過育種，將改良品種納入農民使用，同種植公司將要該推出讓農民自家劉種漸漸沒落。作物種類也越來越少，也今年開始有人想要恢復同提倡過去嘅農村行為，達到糧食自主、種植自主，來應應未來嘅條件。台南嘉義農民蘇永燦嘅農場兩日來了1多人，其中10公頃嘅產量，同時都係用無土嘅方式管理。台南農改場期盼分享費來得發通，直接來借用其個農場。种我们的杂粮，就是例如说我们台湾的这些本土性的黄豆啊、黑豆还有绿豆，还有薏仁跟那些荞麦，还是芝麻也有。蘇永燦耕種已經23年，種嘅面積也唔係細。10年前，佢嘅舌頭多了一項，就係劉種自家用。因为我现在采取是以友善环境生产的，友善环境生产的方式，所以说我是比较偏向它是比较就是说不得病，那从比较不喜欢吃的种子品种的方式来栽种
那我去坊间去一般的种子行买，或者跟农业改良场一些跟我们公家机构的一些这机构来寻求一些种子，可是他们给我的回复是，他们现在有的种子大部分的偏向是高产量，可是没办法符合我要的，它是比较抗虫，它比较不得病的这种品系。所以说我进而这样子自己去收集这些比较优势的抗病抗虫的这些种子，那到最后就是我只要自己留才有这些种子。挑它色泽鲜艳啊饱满，因为这是要做种子，所以说它要调制它是成熟健康的一个豆子，这样种下去豆子呢才能够有好收成。当然，这摆个修行，苏永灿拢会留意数了它。另外，其所用的方式其实都简单，减轻它的水分，是用牙齿来咬，咬了之后它是脆的，它不是软的。脆的话，它就是我们一般可以存放，就是做种源，或者说你收完之后，它可以存放一个阶段的一个节制的过程。它是软的，那它是不够干，继续晒。这是不用机器，省钱又非常好啊，又不会出错。那还要培养出合适当地来种嘅作物。苏永灿讲，那就无咁简单咧。可能要用时间来印证品种的适合，所以说平常你就要做一些记录，就是可能每个月份的一些温度差，跟一些雨的来临的可能时间点跟雨量，这些都要当做记录的一部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后面的天气的这些的一个改变，一个周期性是已经跳脱了我们以往那种记录和周期性的。我们未来因为大家知道，可能一些温室气象或者一些更多的可能一些因素会造成天候的不稳定。呢條民間團體也今年也都提倡留種自家用嘅重要性同意義。呢位合豐農學嘅幹部孫松傑，佢特別關心種人嘅問題。在整個食物的來源的部分，其實都已經有各種不同的危機。所謂的不同危機，包括慣行裡面大量用化學肥料、農藥的問題，然後基因改造、基改的問題，這些都是根源於所謂的種子。孫松傑和第八屆合豐農學認為，優先耕種係未來農業嘅主流，要克服呢條問題嘅關鍵，就要對種人來做。安尼都提升台灣糧食市級率嘅基礎上，將實力培養出合適當地來種嘅品種。不過安尼嘅工作要時間來累積。種到田間之後，它其實會有一些不同的反應。那這個不同的性狀的展現，我們在挑選的過程裡面，我們挑第一代很難確保它已經穩定了，所以我們會一連串的經過了這樣類似9年的時間，希望能夠讓我們希望留下來的一種符合這一塊土地生長的性狀，能夠被我們不斷的挑選出來，挑到直到穩定為止。合豐農學在2年外來，自給界同民間推廣自家留種，現已經串聯200外界農民同台灣各地進行這項工作，作物對禾、測量同搶採農藥。另外，自家留種嘅方式也合乎小民自然農法嘅精神。我们做的是无农药、无肥料栽培，所以说让那个作物它又回到原来它也是大自然植物的一种，这样子的历程的话，自家采种它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动作。陳慧文做對日本來界尊重愛護土地嘅小民自然農法要18年嘅時間，安尼同作物人造將個進行留種嘅動作，同今年嘅耕種方式地擺。係非常重要，同時無法度取代嘅。它其實也是一種捍衛一種耕作權，因為我們現在的商業種子，它其實它的種類其實是越來越窄化，越來越少。那就是很多的種子，它也是被設計成農夫是不適合自己留種的。那好，比如說我們身為農夫的人，越來越不懂得留種。那有一天，比如做有機農業好了，有一天種子公司跟你講說，我從今天開始，我只有提供基因改造的種子的話，那你的有機農業應該就做不下去了吧？呢條民間團體同農民推廣嘅自家留種，受到一個好食嘅重視。
其支持串联，和同其专做农村运动，按照长种移农。长种移农简单讲起来就是农民恢复这个留种自用的一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呢的好处就是借由这样子的这个工作呢，那我们农民可以创造很多的地方的品种。那这些农民创造出来的地方品种呢，是将来我们人类要改良品种的一个最大的凭借。台湾大学农业的教授郭华仁2年积极拜访各地，也建立网络平台，提供各单位留种的经验交流，向我提倡农民种人自主权，希望留种的技术是在建立同创新。那现在我们要推有机农业呢，它的这一个适地性呢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呢，一般的这一个种子公司，它不会提供这样子的品种。所以必须要农民自己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农民留种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台湾目前是那种基因改造的作物实施得真巧，各发展受理，可为农民莫个掌握种人自主权，未来可能完全无法同其对抗。不过唔是讲你下气候当无问题，我培养合适当地来种嘅品种，就要较格调去做。气候的这个变迁也不是说1年2年了，它要5年、10年、20年、100年才会看得出来嘛。所以假设我们农民经常性的每一年都去做留种的工作呢，那我们的农民的手头上就会永远有合适当时候的这一个气候的这一个品种出现啦。农民留种自家用，各界看起来农业技界比较新，不过沿着列路供应嘅机会，还有当多问题要解决。像一些蔬菜那它经常会异交，会混杂，所以假设你的邻居也种不一样的品种，甚至于你自己种了2个品种、3个品种，那这个时候呢，你一不小心呢就很容易混杂。在我们台湾现在市面上也很少有这样子的书籍啊之类的可以供参考。那个基本的知识没有的话，可能好，比如青江菜跟小白菜种在一起，然后长出来的又像青江菜又像小白菜。家庭菜园是没问题啦，可是你要把它当做商品拿出去市场卖的话，就很困扰吧。负12度C，相对湿度40%，那民间是不可能达到这样子，所以民间可能保存种子，它就会慢慢的有时候会流失掉，就死掉了。另外，农民保存的种子，它可能就会慢慢的不那么纯，就是叫做 genetic drift， 就是说遗传的漂移就会能够变种。农委会也意识到留种嘅重要性同民間留種嘅一道困難性。在1993年成立種研照護中心，偏向工作人員為先頭一般嘅專業空間，同看起來無好嘅種子掏出來，到短期保存庫地擺。呢片嘅溫度只有8度左右，工作人員必須做定盤盤嘅蚵進行編碼同分類。但係中期儲存室地擺只有0度，偏向唔會有人拖呢片長時間嘅做事。每降11度左右，它的寿命会增加4倍。所以我们整个的设计就是短期库，是10度，中期库才有0度。如果一个材料在我们的外面可以放1年，那到我们的短期库就变成4年，那放到中期库就会变成16年，那放到长期库就会变成64年。目前種研中心保存嘅種子，拖短中長期庫，總共有20萬種。新的优良高品高产的品种出来以后，农民渐渐放弃了原先自己留种的那一些材料的品种，那一些如果没有一个专责的机构去收，它就会消失掉。那我们早期都由各大专院校跟农业研究单位在保存，那现在成立这个专责机构，就是把那一些材料重新繁殖以后送到这个中心来。國家種研庫嘅功能係同頭擺農民所累積落來嘅品種長時間保存，種研地保嘅基因唔會改變，來提供時代嘅飼料進行品種改良，也係試驗。那就
哪一个时代会需要什么，我们也不能预测。这跟股票一样哈，只能知道以前的历史，不能知道明天哪一个会升降一样哈。那这个我们农作物需要什么，也是跟时代的变化有关的，不是说纯现在可以想象得到。那係農民劉總，係套氣候變遷嘅過程，是在創造適應環境嘅品種，佢嘅重要性同國家種研庫相關。不過目前進行設計劉總嘅農民係無算多，起步嘅時間也較慢。在有限工種同小農經濟嘅發展之下，農政單位嘅成效雖然重要，農民劉總嘅習慣還較必須建立。一甲两甲在种的，那要的这一个种子量就比较少。那这个时候我们自己采种呢，就比较有办法来做得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至少呢，这个有机农业啦、自然农法的这个朋友呢，都能够朝这个方向去进行。那等到那一天，那我们大概这个运动大概就可以告一段落。